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字读做酸，嘛有人读做酸，有人读做酸。这个酸的意思就是水为细孔喷出来，像咱讲水安尼旋来旋去。另外放尿，咱讲旋尿，若是用较粗的话来骂人纠缠别人，咱讲是甲人酸，嘛会当讲是甲人酸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旋尿，这就是放尿小便；第二个词旋桶，这就是压水的水桶。做餐人摕来压菜，搭伫咧肩胛头的大水桶，或者是手竿口长长的水桶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有机农场开放时段，带囡仔来种菜，会当用旋桶来压花。啊，若囡仔想要用旋尿来熬肥，嘛是无问题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酸，另外一个音读做酸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